没开麦，大家好大家应该听得到我的声音吧？好，那个，哇，好紧张哦！我第一次开这个所谓的每5分钟换一个话题，这好像蛮久以前曾经看过，不知道有没有算小流行一小段时间，但反正就是还以为我还在准备，算是啦。刚刚那个载入中的画面是应该没声音，没错。我很快就发现我没开麦了，没事。我有第一个话题了，开台没开麦，真的耶。好，那个等一下，在我们正式开始之前，我们今天除了每5分钟换一个话题之外，还有一件事情要做，就是我们要来看看有没有人想要投 Open Verse Challenge， 但是在当死线超人的。那我先来看一下我们的这个投稿表单，来也给大家看看。目前的最后2笔都是昨天的，这2笔都是昨天才 PO 出来的影片，所以等一下晚一点呢，我们在随时想到的时候来看一下，还有没有人来投。好啊，在现在看台的人，如果你觉得你不是2分钟，如果你觉得你2小时内可以完成的话，也可以赶看这个实现哦。好，那好了，那我们就直接开始那个好了啦。该计时的还是要计时。好，那有没有看到这有一个非常精美的这个5分钟计时？好，我们等一下就用这个，然后它5分钟会叫一次。好，就这样，那我们就开始咯。好了啊，那个我们第一个话题是什么？第一个话题是跟大家打招呼。嗨，大叔晚安啊，安不安？欢迎你来，这个架上安不安？欢迎你来。0287，我们是第一次见吗？我可以叫你阿奇吗？还是你希望我怎么称呼你？可以跟我说一下。你好啊，好，因为我长得蛮帅的，我把我放大一点好了，大概这样。好，我是不是应该把我的计时器放到我的帅脸后面啊？好像应该哦。好啦，这个细节没有那么重要。好，阿峰、安，欢迎啊，都可以吗？好，那我就叫你，看我叫你028还是叫你阿奇，照心情叫好了。好，第一个话题是打招呼吗？等一下，为什么我的计时器没有在动啊？它荧幕啊，它那个视窗要开着，好，没事。等一下，我要调一下我的版面，让我可以随时看到它，这样应该没问题。好，然后说到打招呼这件事情，我就想到啊，不是都会有那种就是你在跟人家打招呼，但是你以为你遇到认识的人了，但是不对，你不认识他，他不认识你，大家有没有这种经验呢？叫0287吗？好啊，好像也不错。好，那我就叫你02878吧，听起来蛮可爱的，应该没有被骂到的感觉吧？应该没有吧？好，就是总是会遇到那种，你以为你认识他，你以为他是某个你认识的人，然后你跟他打招呼之后他就用一个非常困惑的眼神看着你。这种时候大家会怎么办呢？这种时候可以怎么办呢？这种时候通常能做什么？通常要么就是，我想想哦，我的话会怎么样？因为我前阵子才做了类似的事。我的猫猫最可爱了，欢迎你来！欢迎！曾经在街上对一个很眼熟的人打招呼，一直想不起来是谁，后来才发现是你家附近便利商店的店员。原来是这样子吗？那确实算是你认识他没有错吧？我觉得这个尴尬程度还是小有差别的，还是他不记得你是谁，好像也是有可能哦。因为应该比较常会有你认得店员，但是店员店员每天遇到的客人可能蛮多的，所以应该蛮有可能是你认得店员，但是店员不认得你。如果是这样的话，但确实也是蛮尴尬的，还真的不知道怎么办呢。我的话之前好像有跟大家讲过，但也只讲过一次，那我就再来讲一次，就是那个我离开咖啡店这个工作之后，就是我还有去找以前的同事，就是回以前那家店去找同事
蹭他的免费咖啡。然后那时候在那个等餐的那边，就有一个人长得很像我另一个前同事，所以我就跟他打招呼了。然后我发现不对，他是普通的客人，他谁都不是，所以他就好像也很尴尬的看我。然后我那时候怎么办啊？我忘记了，我那时候好像就装没事吧。我那时候就装没事，然后那个拿到饮料的时候，再偷偷跟前同事讲我发生的这个非常白痴的事情，真的超尴尬，真的是蛮尴尬的。还能怎么办？是还能怎么办？难道就是马上现在开始跟他交换名片，说，你好，你好，很高兴认识你，我是这个在那个 YouTube 上面开台当 VTuber 的陈火蛇？不可能吧？怕你好。上次有看到你，嗨，你好，你好，欢迎你来。那个，对，揍他不对，揍他不对，但确实好像有听过有人说的故事是什么，好像也是类似这样子打招呼，遇到不认识的人，然后我想起来了，我听到的故事是这样，就是好像在路上发生小擦撞，就是机车跟机车那个 kiss 到这样子。然后对方看起来很凶很可怕，然后他就开始跟对方装熟，因为对方看起来就是那个有在乞讨他就跟对方说我是那个阿和啊，你别记啊然后结果后来就没事。我就想说完蛋，万一那个真的有一个叫阿和的，然后是他的仇人不就完了？他等下就直接把你，对，就是这样。这就是大家谨慎使用，那个发生什么事情阿慧不负责。好换话题啊！这个身为唐突系 VTuber， 说换就换应该没问题吧？那我们来聊聊绿茶吧。因为我刚好手边在喝那个无糖绿茶，对，为什么要喝无糖绿茶呢？就是因为降落吗？感谢降落，谢谢我的好朋友吉彩天辉的降落，救命啊！你让我的人生更加圆满，谢谢你。我们今天在玩那个每5分钟换一个话题，对，然后我们现在聊到绿茶，对，嗨，吉彩天辉跟天辉的观众们好啊 ，Lidio 你好，晚安，白灵你好，晚安，欢迎天辉台的大家降落，希望你们喜欢这个怪怪的地方，因为我这样直接说天慧也是怪怪的，是不是怪怪的？不是，就是他讲话也蛮有趣的，我想我应该也没有输，说不定你们会喜欢。嗨，大家好，我好像很会聊天哦，真的吗？真的吗？一定要的。完蛋了，怪，我才怪怪的，只有我怪怪的，好不好？一进来听到闹钟是因为那个每5分钟会叫一次，叫我换话题。对，好，我们继续。陈火蛇天会怪怪的，2025年4月20，好，这个大家可以把它刻在你们的，不是可以刻在哪里？刻在不知道你们看哪里适合刻就刻哪里。剩下3分钟的绿茶可以聊，真的耶。好，我们继续。不是绿茶是什么需要聊很久的话题吗？就是我没有，不是木志敏不是我没有这样说，好，刻什么？为什么？你们太同步了吧？你们3个刻在心底的名字。好，子云你好，晚安，欢迎。好，那个绿茶呢，就是不是，我就很爱喝饮料，可是我最近真的觉得好像不能再这样子虐待我的肾脏了，我好像还是想活久一点，所以呢，我就决定来喝点没有糖的东西，然后我每天都会喝一杯咖啡，那个没有加糖，对，但是我不能一直喝咖啡，不然我心脏会炸开，所以我看来看去也没什么其他好喝的，水我也没有很爱喝，所以我就选了无糖绿茶，这是个很棒的话题耶，太棒了。对，就是这样。但其实我比较喜欢喝有糖绿茶，说真的。什么东西？每天晚上趁我睡觉的时候播放绿茶洗脑心经，怎么会有那种那是什么危险的东西？你要确定。我也是星际宝贝吗？没有，我不是。那个我还好我其实蛮能喝的，就是
我甚至有时候会在睡前喝咖啡，但是大家不要学，对啊。但是我觉得喝太多还是不好，所以我之前有一阵子都是每天喝2杯咖啡啦，但我觉得平心而论是真的有点太多了，所以就还是改一改。不接受无糖吗？我没办法啊，我就是想要喝无糖的东西啊。我如果可以喝有糖的，我还不喝什么咖啡广场，好甜啊！还是喝个我蛮喜欢喝有糖红茶呀，或是有糖绿茶，或是有糖奶茶，我都蛮喜欢的。或是有糖汽水，不是有无糖汽水这种东西吗？应该没有。等喝到跟你一样之后，就是连皮肤都绿茶色了。绿色三人组里面最这个字怎么念啊？我只知道客语是念奖，但我不知道中文要怎么念它。最奖的仔是这样吗？哎，乌西，欢迎你来下岸平安。哎呦，这久没看你。哎，天慧说火蛇兄要去买饭吃了。哎，母汤，你把爱留给索隆就好。好，请去买饭吃，吃饱一点。我吃过了，太好了，耶！研磨，嗨，你好，晚安，欢迎你来。好，那念亮吗？最亮的仔，原来如此。什么东西？青茶、白茶、黑茶，不是青茶白哦，白茶不是白茶，不一样。青茶、白茶、黑茶、黄茶都会有无糖，但红茶喜欢有糖。好。我比较没有在品茶，所以我对比较就是像什么黑茶、白茶、黄茶，我就比较没有研究。我的世界里面就是绿茶、红茶这样子，没错。好，我剩10秒，我知道。好，来换话题。那我们来聊聊什么？我们来聊聊数学好了。完蛋，为什么？不是这啊？我也不知道这个台要怎么开，反正就是在那个闹钟响的 moment， 刚好想到什么就得聊什么。应该吧，应该是这样玩的吧，不然是怎样玩？我不知道我第一次开这个。好，反正我刚刚就想到数学。阿勇，嗨，欢迎你来。数学，其实我数学蛮差的，不是谁想听 VTuber 聊数学是怎样？对，总而言之，我的数学蛮差的。不是我的世界里面就是绿的，不要乱讲，我的世界是绿茶跟红茶，你不要在那边给我断章取义是怎样啊？好啦，数学这东西呢，对，聊点大人的话题，工程数学，恨数学。嗨，礼物，欢迎，晚安，你好。不是，我也蛮恨数学的，就是呢，我国小就算了啦，国小的数学就也还好，但我从国中开始数学就不太行。虽然我国中、高中那段时间是什么都不行啦，但是，对，没错。隔壁某只老鼠时不时就在开台大家算数学写习作哦，是吗？我知道他有写评量啦，我不知道他们很常开，对我也没剪过写数学的段落。你觉得我看到写数学我会想剪吗？你觉得有可能吗？数学先睡5分钟，这我不知道是怎样我国中、高中的时候我真的是得了那个看到数学就会想睡觉的病，这不是开玩笑不是开玩笑。我不知道是因为心理因素，还是有一些 PTSD 还是怎样的，但是我真的看到数学考卷的时候，我是真的会觉得就头真的会痛，然后就真的会很想趴下来睡一下，是真的啊！就我不是故意在找借口，但是就是真的会有这种感觉，也许真的是得了某种特殊的心理上的病吧，或许啦，我不知道有没有人在研究这方面。然后你知道啊，高中的时候，你不只可以在数学考卷上看到数学哦，你还可以在物理考卷跟化学考卷上看到数学哦。大家应该有这种经验所以我就不只有数学烂了，我就那叫什么，化学跟物理也都蛮烂的，因为我看到要算的我就算了。嗨 DP， 嗨，欢迎。算术能力超快，虽然不一定是正确的答案，但是真的很快。我知道，就是那个什么，就是那个我算术很快哦，然后但对不对就不知道了。有钱有没有可能？当然有可能，钱要多一点啊。赚什么大钱的话，最该注意的就是数学。
对啊，如果没看清楚的话，就会在那个直播前才发现什么，他那个订阅制只能缴年费，不能缴月费呀。然后如果你再衰一点的话，你就会缴完之后，在那个直播快结束的时候，有人跟你说啊，可是我免费的可以有40个人参加，我的，这是数学不好的下场，大家学会了吗？就是这样。不要再讲了，不要再讲了。对，买1年周番可以免费啊！对啊，是怎样啊？大家可以看那个，我现在有一个叫做什么？叫做每天发台语 Vlog 还是 Vlog？ 每天发台语 Vlog， 直到500订阅的这个系列啊！你就是看到那个秀子来的，哎，欢迎，没错，昨天那一支就是让我很生气，我就是把那个愤怒都放在那个秀子里面，大家可以去看。租给别人一起用哦，人家也不需要啊，人家免费的就有40个人可以用了，我租给别人，我花钱我还只能20个人，我是要租给谁啊？租给我的左边第2根脚趾头吗？我是要租给谁？那个爆音快笑死，台语名话真的很方便传播，真的我也觉得这是个很好的方向，主要是因为我自己也蛮喜欢迷音的，做一些怪怪的东西，所以我就也蛮喜欢台语的。所以就 I have a 迷音 I have a 台语，台语迷音很赞吧，很赞吧，没错，我觉得那个有时候你就不需要一直做一些严谨的教学内容就当然那个也很重要，但也是要有一些人做一些没营养的、比较好笑的，让人家想说这个语言可以拿来这样用不然大家也不知道台语可以拿来这样用，也就少一个觉得它有趣的机会，就是这样。不过我这个主频道呢，平常比较少做全台语的啦，可能让大家失望了。换话题。那我们来聊聊桌游吧。谁会想跟 VTuber 聊桌游？来宾感觉要疯了吗？不是，今天有来宾吗？你是说台语迷音哦？但那是上一个5分钟的事了。我们来聊聊桌游吧。Oh my god！ 我想想，桌游这件事情应该有蛮多，因为现在有蛮多新朋友的，所以可能有些人不知道。我大学的时候是桌游社的，对，然后那个桌游社就是会聚在一起玩桌游，哇！有奖跟有奖一样对我就蛮喜欢玩桌游的，但我也蛮喜欢设计桌游。对，什么意思？你才是来者？这个我不太熟。等一下，马邦德我听过，好像是经典电影嘛，但这个我没有很熟悉。对，让子弹飞，对。讲到哪？讲到那个桌游，我说玩桌游，我其实也蛮喜欢设计游戏的，就也不是说设计的很厉害，但是就喜欢做东西给别人玩。我喜欢看别人玩我的东西，听起来好奇怪对，反正就是这样。对，那个2025年4月20，我喜欢看别人玩我的东西，百成火蛇。好，就这样，就很有成就感。对，然后我那时候就是会尝试做一些。就是设计一些桌游，然后给桌游社的一些朋友们玩，对，然后在这个过程中，我就认识到一个我到现在都还觉得是蛮好的朋友。虽然他有一堆讯息我还没回，但是我真的是把他当成很好的朋友真的，对，就是我跟他就是蛮喜欢，因为他也蛮喜欢做游戏设计的，对，然后就会喜欢跟他聊一些游戏设计上的想法。或是最近玩到一些有趣的游戏，就聊这种，对，就是游戏宅男之间的对话。对，然后大约在我在咖啡厅打工的时间，他好像在鸡排店打工吧，就觉得有一个贴的感觉，你懂吗？大家懂吗？对，反正就是这样。然后最近有跟他小聊一下，我觉得。因为最近我开始做那个 TRP， 不是 TRPG， 不是，因为我最近开始做那个 RPG Maker 的小游戏，对，然后我就觉得好像
多跟大家聊一点游戏设计，说不定也可以。然后我就在想，要不要5月的时候啊，可以找他来一起联动吗？虽然他没有 VTuber 的皮，但是还是可以找他来聊聊天，然后我们也许就可以聊聊游戏设计这样子。他是说有缘的话可以啦，那就是如果你们也觉得有兴趣，可以讲一下啊，没兴趣也可以讲一下啊，不然我到时候开了又没人来，我也是有点难过，对。所以请大家就是踊跃表达，没错。刻在耳袋是什么意思？刻在哪里？谁的耳袋？谁的下面？哈，乱讲。对啊，然后哇，这个话题感觉体感时间比较长，是怎样？哇，之前我跟他还有想要一起做游戏耶，但是后来因为我们都太忙了，所以就不了了之了。对，有点可惜，说不定我们到时候也可以聊聊那个没做完做到一半的游戏。如果揪不到人的话，会跟自己玩桌游吗？那会啊。你是说测游戏，还是你是说测自己做的游戏，还是就单纯很可怜在那边跟自己玩？小时候会，因为小时候就没什么机会去别人家玩，所以真的是只能跟自己玩。然后家人也没有特别爱玩桌游类的。所以就会有一些什么自己跟自己玩 Uno， 自己跟自己玩扑克牌，以及自己跟自己玩那叫什么？那叫大富翁啊！啊，超可怜，超可怜。这我，对，没错，就是这样。然后现在的话就不会了，因为现在有蛮多那个电脑的单机的，也是卡牌类啊，或是桌游类的可以玩，我就会去玩那个。还是很可怜，还是没有人一起玩。但是因为现在电脑很发达，所以不需要自己一个人左手跟右手了。这就是那个科技始终来自于人性啊，对不对？真的要哭了，真的要哭了啊！我的猫猫最可爱的也是嘛，也是跟自己玩过大风，这应该很多人都有吧？可能应该蛮多人都有可能。哎呀，完蛋了！好，我们来聊聊什么呢？我们来聊聊酸菜鱼吧。Oh my god， 怎么会想要聊酸菜鱼这个话题？我这辈子只吃过1次酸菜鱼，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吃酸菜鱼。然后，我这辈子唯一1次吃酸菜鱼是同事聚餐，就是之前在那个咖啡店工作的时候，就那时候就已经，因为餐饮业就是流动率本来就比较高嘛，所以那时候那阵子刚好就已经蛮多人离职。不，有人不喜欢这个话题，笑死。好吃吗？哦，不吃是吧？不吃。好，我们等一下来聊聊那个吃起来的感觉，就是个人心得那个。我们先等一下，我先交代一下那个前面啊，就是反正就是因为那阵子就蛮多人离职的，所以就想说就揪一拖啦，然后就吃一下。对，就是要吃什么那时候还没决定，然后就是想说。有蛮多人离职，然后就聊聊天，联络一下感情。我说我会拒绝酸菜鱼业配，对，因为我就不爱吃，我就没办法。对，不可能业配自己不喜欢的东西吧？这个做不到吧？我要的话就是要业配咖啡啊，对，然后就是那个情趣梦天堂也可以业配哦，就是不知道为什么很多 VTuber 都想要接他们的，我就觉得我也不想要被排除在外，所以。好吧，但那种东西果然还是找美少女业配比较好吧。好，扯远了，反正就是这样子。然后，真的扯好远，救命！好，反正那时候就是他们就因为这种一大坨人揪去吃饭，就是每个人都出意见的话很麻烦啊。我其实也是觉得就体验一下，就是跟大家吃个饭就行吧，就。我觉得吃什么就不是那么重要，所以就他们决定，然后他们就决定吃酸菜鱼，然后我就想说，好吧，就是有听说过这个菜，然后我自己从来没吃过，那我就想说，你知道，你要评论任何食物之前，你可能至少要吃过1次，你比较方便评论吧，你总不能没吃过就评论嘛，所以我就想说，好，那我至少就吃1次看看，体验一下。虽然其实我是个不吃辣的人，但是我就想说，好，吃看。看到底是什么味道，然后就好辣好酸，对，
有人说到那个酸味都把鱼的鲜味盖掉了吼。对啊，就是不是？我觉得它的当然每种料理不一样，但是有一些料理就是它的调味远大于它的食材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它不一定要有食材。就不是也有一种菜是那个调味料炒鹅卵石嘛？然后你就直接蹭黑的舌头，直接吸吮那个鹅卵石啊，实际上也是在吃调味料，就那样也可以啊。就为什么要把鱼调味到那么重？反正就是也没有说怎样啦，这是个人心得，就是我个人没有特别喜欢，就是没有吃很懂，对，那就是谁爱吃谁吃，对，就是这样子。不过我最近看到一个让我有点意外的，就是我直接讲名称可以吗？好像不要好了，反正就是连锁的哦，是一间连锁的餐饮集团。然后这间连锁餐饮集团的价位也不是说，就是会出现在那个百货公司里面，或是会有自己独立店面，就是比较中高，应该算中高价位的连锁餐饮。然后它有火锅跟烧肉，对。然后他最近出了酸菜鱼，就同一个连锁企业，他最近做了一个酸菜鱼的店。我就想说，他是不是进场有点晚了？就是那个比较就是正统中国是这样讲吗？就是已经有很多酸菜鱼已经在台湾开一段时间了，已经爱吃的人应该已经会成为固定客了。那我就觉得他现在进场会不会有点大不赢？他生意看起来真的是没有很好，虽然我只有看到一家啦，我不知道他有没有开不止一家，他可能在别的点的生意不差，我不知道。对，但我就觉得蛮有趣的，就是为什么会想要在2025年的时候来开连锁酸菜鱼餐厅呢？虽然我也不懂经营，我根本就不懂餐饮业，但是作为一个消费者 and 路人，就是会有一个小纳闷，就是感觉现在开一间连锁酸菜鱼，打不赢吧？爱吃的人可能也没那么多哎。好，下一个话题。我觉得我好像声音没有完全好，就是我上礼拜大感冒嘛。上礼拜大感冒之后，我感冒最严重那几天，我声音是真的是喉咙就超痛，根本没办法讲话啊。还好那几天本来就没有要开台，就是运气不错。但我感觉我好像到现在还没有完全好，现在还是有点。讲话稍微有点吃力，有一点点痛苦，对，可能我高估我自己的能力了。我今天能开完2小时吗？我也不知道，完蛋了。哎，这么好，嗨，丽丽的降落，感谢你来，感谢你来。还有那个丽丽的观众们，大家好啊，欢迎你们来。我们现在在聊感冒的话题。对，我们今天就是那个每5分钟要换一个话题，所以节奏会比较快。没关系，反正我是唐突系的宝箱怪，这应该不是什么大问题。我发现问题是我要怎么一个话题可以连续聊5分钟，对我来说好像反而比较难呢，是怎样啊？欢迎降落，感谢。可惜我没有什么降落主题曲，有机会再来准备一下好了。好。那就是呢，对，就是我上礼拜感冒了，然后喉咙好痛哦，然后可是昨天明明还好我觉得昨天好像还好，昨天开那个联动的时候没有感觉到特别累。嗨，丽丽晚安。然后先给你一个扳手，欢迎你来，感谢你来。对，就是这样子。然后昨天本来觉得声音还好，然后今天开台前就开始觉得完蛋，好像有点不妙咯，就这样就变这样了。我最近有做一个街访 VTuber 系列的节目，然后里面有问的一些问题，其中一部分是来自于我自己本来就很想问的。对当然问每个人都不一样的问题，但是我其中有一个问题是问那个大家如果烧香的时候会怎么处理，会怎么做？对，就是偷偷跟其他 VTuber 学看有什么应对方式。但是我自己好像
也没有全部都照做。那到底是在问怎样的？对。然后我想想啊，其实我多喝热水，真的，但好像不能喝太热呢。好像说喝太热其实是会，就是得到你那个哪会缩起来，就是缩起来怎么讲啊？是说锁的吗？就是有点锁喉的感觉，好像会。然后有听说，就是其实喉咙痛的时候，有时候是可以冰敷的，就比如说吃冰淇淋或是喝冰的。好像有这样子。那我再问几点，笑死。对啊，那我再问几点，不是就问给大家知道嘛？啊，大家可以不要跟我一样啊，大家可以听了之后去付诸实行。再热一点直接烫伤，谢谢你耶，真的耶。真的吗？认真吗？猫猫都喝川贝枇杷膏保养你的喉咙。你是单纯想要念广告词，还是真的在推荐呢？欧美很常感冒喉咙痛吃双麒麟的，对啊，我也是啊。前阵子我有 po 一个那个我推特有 po 一张图啊，就是那个对，那时候是火烧感冒，然后他传染给我啦。简单来说就是这样啊，这也没办法。那时候本来 po 那张图的时候是火烧感冒，然后他就是吃那个小美冰淇淋，然后在上面淋那个感冒药粉。然后给大家猜猜看，那个我那时候就只发一张图，我什么都没有，也不是什么都没有说，就是我就请大家猜猜看到底是加了什么的冰淇淋。哇，结果第一个猜就猜对耶，那怎么看得出来？怎么看得出是药粉？是怎样？那是什么？他感冒，他知道吃大正百宝能加小美冰淇淋保护他的喉咙。对，后来我们发现，就是可以不要淋在上面吃，就是你淋在上面吃的话。它会味道混在一起，所以我个人还是喜欢把它泡成一杯小小的，赶快喝掉下掉，然后再吃冰淇淋，这样比较好。感冒可以吃冰淇淋吗？我那时候发那篇文，下面有药师说可以，那他是药师，我相信他。对，应该可以吧？就是冰敷啊。好。感觉好像都不够唐突哦，应该要来一个更唐突的话题啊！聊什么呢？完蛋了，难道我的那个什么聪明才智也不过如此嘛？能聊的也就这些东西。那我们来聊聊聪明才智吧。真的耶，吃点冰敷，然后有脂肪、糖分、营养，那就是冰淇淋，真的耶。然后如果你会痛的话，你还可以吃普拿疼口味的冰淇淋哦。好，不对耶，不对。好，不是聪明才智哦。这蛮唐突的，我应该没跟大家讲过。就是其实呢，我小时候是觉得自己就是一个非常自视甚高的人，应该看不出来吧？应该看不出来吧？就是呢，我在国小的时候啊，我真的我不开玩笑，我不是做效果。我在国小的时候。我真的觉得我很聪明，我真的觉得我很帅。国小的时候，有啦，现在也有啦，可能 2.0 直播的时候有吧。那不一样啊，不是从小我就觉得自己很帅，从小就觉得自己了不起，自命不凡是怎样啊？那有差好不好？就是我不知道我觉得一个觉得自己很猛的。觉得自己很猛的少年跟觉得自己很猛的屁孩，那个讨人厌的程度应该还是有差吧。至少我现在是真的很帅啊，但是我小时候就也普通啦，应该是可爱多过于帅啦。对，哇，丽丽你也一样吗？你也是幼稚园就觉得你很聪明很可爱，笑死！大家对，我不孤单，太好了，不是只有我，没错。对啊，但是后来就是国高中的时候，就发现自己也没什么了不起，对，然后就反而觉得自己其实蛮没料的。直到现在呢，长这样了就觉得很帅，想干嘛都可以啊，我就又敢膨胀了，又可以了。谁给我的勇气？梁静茹吗？对，他那个亲手交给我，不是没有，不对，不是不要乱讲，没有。对。哇，2岁就会自己看书，有注音的书，然后妈妈就一直说你很聪明。
我不知道我2岁在干嘛我2岁会看书吗？我2岁会讲话吗？不知道。但我小时候也会自己拿书来翻啦，那我应该也是蛮聪明的，没有错。我小时候还会干嘛？我小时候还会做原创曲哦。好笑我的猫猫最可爱的，觉得小时候觉得自己很聪明，但没有觉得自己好看那就是不够膨胀。像我小时候就觉得自己帅，然后聪明，从小适合当 V， 真的，对，来跟大家讲讲我小时候的原创曲。我自己还根本忘记这件事情，我根本就那太小了，我根本记不得。是到可能国小吗？还是国中？反正就是我妈的旧手机，就是我们人生在世总是会换手机，对。然后我妈有一个旧的手机，然后她换下来之后，就不知道为什么有一天就突然翻一翻，发现里面有一个录音，然后那录音放出来。才想起来，他想起来，我根本想不起来。我妈就想起来是那个我小时候自己随便乱唱的歌，然后那小时候的我还叫他帮忙录起来。Oh my god！ 对然后我甚至现在还记得怎么唱，但是这个太有趣了，我先卖个关子下次看什么适合的时候，当做某种利奇还是怎样，再来唱给大家听公布小时候的原创曲，有料吧？有歌词的中文歌词应该还有个4句对，哇，国小1、2年级都是前3名，但是国小3年级被同学推到健康步道缝几针就变笨了，被修正回来了吗？变回平凡人了？不是，那你要叫他负责你要叫他赔偿你的那叫什么？因为不再是天才而导致的那个金钱损失这损失惨重没有啦，应该没有到音乐天才，或是神童啦。我现在也就自己想要学编曲也学不出来，就是也只能找人家帮忙，或是找人家合作，然后自己在上面那个作曲跟唱，只能这样。对，应该是没有真的到天才，或者我就是太不努力。好，完蛋，还可以聊什么？Oh my god！我们来聊聊巧克力吧。巧克力是要聊什么？巧克力是有什么好聊的？那，请问大家喜欢吃巧克力吗？对，巧克力口味的大肠包小肠。好啦，跟大家讲啦，就是那个我不是有做一个街访系列嘛，然后我就是会跟 VTuber 朋友们约那个录影采访的时间，然后今天那个下午傍晚有跟丽丽采访，对，还有推荐给我一个传说中的美食，叫做巧克力口味的大肠包小肠。我没吃过，但是他说好像还不错，对，所以大家有机会也可以吃吃看。确实听一听是让我蛮有兴趣的。巧克力还好。我的猫猫最可爱的，最近才学会巧克力台语叫鸡骨蛋，没错。我以前第一个学到其实是 chocolate， 对 chocolate 也应该是日本时代进来的词吧，但好像，对，鸡骨蛋跟那个朱古力是不是香港翻译啊？感觉应该那个逻辑应该是类似的，就是朱古力，我不确定我记得对不对，但应该是粤语的声音吧。然后把它用粤语的汉字写下来，就是朱古力，对，然后那个，所以台语也是鸡骨蛋，也是类似的声音，把它写下来，对，其实我讲错了是吗？其实我讲错了对，总之就是这样子，然后原理好像都一样嘛，对吧？应该是类似的吧？不是，chocolate也是嘛？确实都是音译啦，其实都是音译，不是这东西是可以意译的吗？这东西没有办法意译吧？这东西也只能音译吧？好反正就是这样子，巧克力也是音译的嘛，也是总之呢，我以前都用 chocolate， 但是我现在发现好像吉古蛋也蛮早就有人在用的，然后我就改用吉古蛋的，所以大家如果有下载我稍早说的那个 RPG Maker 那个小游戏的话，里面
有提到巧克力哦，我就是用这个词。对啊，对啊，为什么那个游戏要全部都用台文来做呢？我好像没跟大家讲过哦，就是因为那时候开台在Twitch做那个游戏的时候，原本是想说要不要做双语的，就是中文跟台文的都有。但我后来发现那个要另外装那个 plugin 有点麻烦，然后就算装了那个设定也还蛮麻烦的，所以我就先做只有台文版的了。对，因为我觉得比较酷。对啊，大家有兴趣可以去边玩边学台文。绿茶喜欢吃超过80%的巧克力，含进去，然后含到融化，那个风味很喜欢。我也是，我其实也是喜欢吃浓度比较高，然后比较没有糖的，很香，很香是真的。听起来很黑暗料理嘛，可是有那个汉堡类也是有加巧克力酱或是花生酱的啊，就是我好像有吃过加巧克力酱的汉堡，所以其实肉跟巧克力加起来应该是不一定会那么不搭，所以可能还行。对，你不要加那个都是糖超过一半的，应该是还 OK。哇，你也是吗？最低87%，好具体的数字。对啊，但我好久没有吃，哇，好久没有吃巧克力，好想吃，好想吃，好想吃。虽然我今天原本的如意算盘是那个12点整点过后不要再吃东西了啊，但是人生不如意十之八九嘛，所以如意算盘也是可以打破的，应该是没关系。对啊，讲了就想吃了，我哪有办法？啊，真的吗？以台语新手来说，玩起来都看得懂，太好了，还好，我本来是有一点担心，那看来还 OK。大肠包小肠跟汉堡有点差距吗？蛮像的吧，都是淀粉类包肉类吧。我现在有痰呢，等我一下，弄不出来。好，没有人想知道，太恶了，救命！好，对，好，就是这样。我的猫最可爱了，喜欢90%的巧克力。我也是。不知道，我觉得好啦，有糖的我也吃啦，我也吃，但是应该还是超过70%以上的我比较爱吧。哦，可可在原产地就是要用是吗？原来是这样子，这我真的不知道，我没有任何可可相关知识。现在去买的话，可能要有点久会超过一个5分钟你们要在那边干等很久不好吧？很棒吧？对啊，原本以为今天困难的是那个，不是我这样算作弊，我还没进下一个话题。原本以为今天困难的是那个5分钟切掉，结果发现真的困难的是把一个话题聊满5分钟，完蛋！原来我是这么发散的人。嗨，银白，这不是英俊潇洒、帅气十足、魅力非凡、台语超溜、龙角散，不要再龙角散好用了的阿慧吗？不是，这不是英俊潇洒、帅气十足、魅力非凡、台语超溜、龙角散好用的阿慧，这是英俊潇洒、帅气十足、魅力非凡、台语超溜、龙角散不好用的阿慧。好，那现在想想巧克力可以怎么意义吧。好，我们来想想巧克力可以怎么意义吧。好，那我们要先知道巧克力是什么东西耶。还好有那个维基百科，蛮方便的。我看看，巧克力是以可可树的种子作为主要原料制作的食品，它可以是固体、液体或是糊状。OK， 不是，这到底是要翻什么东西？非洲豆腐，把可可豆磨粉之后固化，叫做巧克力啊。豆腐是这样吗？把黄豆磨一磨，弄出它的豆浆，固化，好像对耶，真的耶。好，非洲豆腐，我同意了。非洲豆腐，真的耶，重新翻译一个既有的词真有趣，这是真的蛮好玩的，虽然不太实用，但是很好玩。那个，哇，我要来讲一个那个。我要来偷讲火嫂坏话，我不知道他有没有机会看到，他现在在上班。他如果知道我讲给15个人听，不知道我会怎样，我给他跪算盘。就反
反正之前就是那个，哎呀，人总会有这种时候嘛，就是想要讲一个什么东西，但突然不知道它叫什么的时候。然后有一天他就跟我说，他找那个水龙头延长器，有没有听过啊？大家有没有听过什么是水龙头延长器？你们有没有头绪？给大家猜猜看。那时候也是猜了一下才知道在讲什么。好，在等待大家猜的时候，来看一下巧克力非洲豆干、巧克力牛奶、非洲岛铃，真的生巧克力非洲豆腐哦，有像哦，那个质地听起来有像哦。没错，就是水管，你们怎么都知道？哦，是哦，巧克力都爱先烘豆啊，真的假的？巧克力是要烤过的，可可豆是要烤过的，好像是要处理过吼，是不是？哦，我看看哦。维基百科啊，有说，真的要先发酵、干燥、烘焙、研磨，爱发干、爱泡干，烘的、磨的，才有哦，原来是这样子。哦，生可可都是白的，原来如此。不是莲蓬头，就是水管，就是他把水龙头延长了，但是他只是延长而已，他没有把它变成那个像莲蓬头一样变成细细的洒下来，没有，它只有达到延长的功能。这个翻译不是翻译，这个重新取名应该是蛮精准的，没错，水龙头延长器。非洲咖啡，真的耶，好好笑。其实好像最近在脆上面，我刚好也有看到类似的话题，就是在讲说那个一些怎么说，就是台湾的食物，然后你把它介绍给欧美的人的时候，你就不要再翻译它，你就直接用它原本的名字。我个人最有感触的一个食品叫做碗粿，你们知道碗粿的英文是什么吗？除了我心中的标准答案碗粿之外呢，有一些人会说它叫做 Taiwanese Savory Rice Pudding， 什么意思？台湾咸食的米布丁。不是，你就讲碗粿嘛，你讲台湾咸食米布丁也没有人听得懂，好不好？就像那个苏西，大家都嘛讲苏西啊，对，碗粿真的是一个经典例子，因为碗粿的英文就是太长了，然后太没有意义了啊。碗粿只有2个音节，不是咸丝，咸食，主食，咸的正餐，不是咸丝哈。嗨，次昌你好，晚安，欢迎你来，安安。我们今天在玩那个每5分钟换一个话题，对啊，对啊，而且确实有米布丁这种东西。它跟碗粿就不一样，对，没错。想到有个东西叫苍蝇头，苍蝇头不是那个吗？苍蝇头不是肉吗？我虽然不太常吃，但是它是小碎肉吧？对呀，它是小碎肉跟那个叫什么？跟葱吧？葱吗？是葱吗？是葱吧？啊，不是韭菜呢。好，我们换个话题。我真的太少吃苍蝇头了，里面是葱还是韭菜都不知道，你就知道。好，下一个话题是什么嘞？我们来聊聊牙齿吧。为什么啊？因为我看到我的牙齿了。大家有没有认真看过我的牙齿？不是，没有人跟你聊怎么当韭菜，我不要。虽然我整颗，我不是一颗，我整箱绿绿的，但是不要好，牙齿，大家觉得鲨鱼牙怎么样啊？这个应该有蛮多喜欢看 VTuber 的朋友，应该也会看一些 ACG 吧？感觉在 ACG 里面。鲨鱼牙的就当成一个角色属性，应该也是蛮常见的。太棒了，大家想法跟我差不多。上传3000字论文叙述鲨鱼牙很色啊，吃仓说很辣，没错，跟我的想法差不多。不是，我之前就讲过啦，就是应该我不知道其他人是怎么样，但是。包含我在内，应该有一些 VTuber 在委托自己的外观的时候，会按照自己的癖好吧，
这很正常吧？就像有些绘师画的绘师形象，也很可能是按照自己的癖好吧？这不是很合理吗？所以你们就不是你们看我就知道我喜欢什么东西了，好不好？啊，我就喜欢是鲨鱼牙啊，我就喜欢角，我是说头上的那个角，不是那个踩在地上的，对啊，是也没有不喜欢，但是对。对，好哦，真的吗？我念出鲨鱼牙的时候，你是刚好打出鲨鱼牙3个字哦，这样子哦。所以你说要叙述鲨鱼牙很色的这个时候，我还没讲出下一个话题。OK， 喜欢龙角散？不是，我喜欢脚，没有叫你把它锯下来，不对耶。不是，有些人喜欢猫咪的肉球，你会想要把它的肉球拔下来吗？不会吧？还是会啊？我是不懂啦。喜欢脚不代表要把它锯下来做成龙角散啊？谁说的？谁规定的？是怎样？但这个我们还是回到鲨鱼牙。这鲨鱼牙就是不是？可不可以锯下来当围巾脚杯？听起来不错哎，怎么办？其实我觉得维京人蛮帅的，有一个那个神奇的那个。就有点喜欢，但是为什么要拿我的脚当围巾脚杯啊？是怎样啊？好想要一个围巾脚杯哦，感觉用那个来喝东西很帅哎。不知道哪里才买得到，是不是要跟维京人买才买得到啊？不是，对，所以对，鲨鱼牙，可是鲨鱼牙感觉怎么说呢？脚应该会再长出来，别担心。不对耶，不是这样子吧？可是鲨鱼牙感觉咬合起来，那个本人应该是不太舒服。而且这样就没有臼齿的功能了。就是你可能如果想要吃那个比较淀粉类或是草的话，你可能不太方便。你可能就只能吃比较多的肉食，毕竟鲨鱼就是肉食动物嘛。好，我觉得这个话题死掉了，我们还是不要拘泥于鲨鱼牙吧。自给自足酷杯子吗？不是卖龙角杯，不是你们要这个周边吗？真的吗？你们想要这种周边吗？确定吗？要确定，感觉造价会有点高哦，单价可能不低哦。不过确实需要一个杯架，就是像那个，如果去点那个单点手卷的时候，也会有那个架子，感觉要有类似那样子，才可以放围巾脚杯。真的假的啦？真的要。那时候欧拉夫老师锯下来当冰淇淋杯的时候，就想到做围巾脚杯了。好啊，没关系啊，都这样啊，好啊。你就拿去装冰淇淋没关系，全台币没人出脚杯了吧？对啦，还是我应该去找一些就是也是有脚的 V 朋们一起来接受迫害啊！好，我们还可以聊什么？完蛋，真的没灵感了。那我们来聊聊过期的食物吧。请问大家有吃过过期的食物吗？过期食物总觉得很常会有那种状况嘛，就是家里的长辈会说那个东西过期也才过期2天，应该还能吃吧，总是会有这种情况可是就会觉得很不安心，开始聊杯子找什么厂商比较好。别，这个好啦，之后有预算要做的时候，我再自己去好好研究啦。哇，便当的汤酸掉，这有点可怕。但的确啦，就是那个日期也是一个人为的概念嘛，所以不要把你爸平常做的事说出来。应该蛮多人家里都会有吧，应该有蛮多长辈都蛮爱惜食物的，就是会觉得看起来就没坏啊，就觉得丢掉蛮浪费的，就确实是一种爱惜食物的表现啦。但是
可能因为我做过咖啡厅打工吧，我看过那个每天丢掉无数的餐点之后，我觉得再浪费都还好。再怎么浪费，我们在这个消费主义的陷阱之下呢，已经会丢掉很多东西，也不差那一点。不如我们还是顾好自己的健康比较实在。至少我有时候会这样想。对啊，就那个叫什么有效日期，其实也只是一个额外加上去的概念嘛。它实际上的作用就是你吃到坏掉的东西，你可以去找厂商叫他负责，但是你还是肚子痛了啊。那如果它过期了，但是你用你的经验跟你的感官，你判断它还能吃的话，那它有可能就是还能吃的，应该吧。直接委托礼物做陶瓷脚杯，不是，这个应该蛮贵的，不行哎、这个感觉就单价会非常高，对，不能随便压榨人家。哦，你是相反吗？你反而是阿嬷很爱做整桌的，但是吃不完她要丢掉，是你觉得浪费，是你不想丢掉啊？哦，但确实很多长辈就是一做就会做太多，就他很怕你饿，他会做到你吃不完，是真的。不过我家做不完，我家吃不完都是冰起来继续吃，然后你就胖死。我也是啊，我增肥的一大原因也是因为家里煮，然后不多吃一点也冰不下啊，冰不下就也不是办法，所以就还是要吃，是能怎么办？对啊，就，而且偶尔就会出现一种情况，就是冰箱里已经有一大锅东西了啊，拿出来煮一煮嘛，再热来再继续吃下一餐啊。但是这个时候呢，做了什么事呢？哎，再加一点水啊，怕料不够啊，再加一点料啊，怕味道不够啊，再加一点，然后加来加去就啊，怎么又变一大锅？那永动机，这是那个什么忒修斯的船哦，就是你在这个汤里面一直加，就是你会得到无限的吃不完的一锅啊。还是那个什么，你们有听过那个吗？无限松饼原理，就是如果你拿松饼粉加水做松饼的话，就会有一个现象叫做水好像太多了，加一点松饼粉啊，加一加啊，松饼粉好像太多了，加一加水，就啊，水好像太多了，加一加松饼粉，然后就啊，松饼粉好像太多了，再加一点水，然后就啊，水好像太多了，再加一点松饼粉，然后就啊，松饼粉好像太多了，再加一点水啊，对，反正就是这样，然后你就得到无限的松饼糊。哇，怎么会这样？嗨，子昌，欢迎你来，晚安，晚安，吃晚餐了没？你好啊。对，会自动生长的食物，它会自动增值成让你吃不完的地步，没有错，就是这么可怕。也蛮像老卤汁的啦，就是反正对。现在都可以吃宵夜了吗？对，我等一下赶快去吃宵夜哦。啊，我等一下吃宵夜就把大家晾在这边，晾个10分钟再回来。没有啦，开玩笑的啦，我哪敢？等下同街掉到地板上，不行。这是照食谱的重要性，是没错。水泥粉加太多了，多加点水，然后再加粉，把公寓爆成防核爆堡垒，还可以这样哦。没有啦，我开玩笑的啦，我才不敢嘞。我要吃啥？好，后一个话题，咱就用台湾话来讲看卖。大家宵夜拢吃啥？我想看卖。我最近拢吃啥？就是有迄种豆奶店嘛。啊，阮兜附近有一间豆奶店，伊毋但有豆奶，啊，搁有迄个啥？人参包，就是小笼包，应该做在豆奶店拢有这种的。啊，毋过阮迄间卖物件较济，有卵饼，有蛋饼，搁有卵饼就是蛋饼，搁有搁有啥？炒饭，因有卖炒饭，因搁有卖菜头粿，啊，因迄个饮料嘛足济种，啊，其中有一个我最爱啉的，就是咖啡牛奶，大家有听清楚无？我讲食宵夜，
啊，食宵夜，我配啥？啊，咖啡牛奶啊，无怪困袂去，靠腰，嘿，就是安尼。嘿，啊，我最近就是较定咧食迄间，嘿啊，袂得，就是因炒饭袂歹食呢。我毋知影有倒一间迄个豆奶店咧卖炒饭的，嘿啊，就安尼，嘿，袂晓开讲，嘿啊，对对对，永和豆浆啦，就是迄种店无毋对啦，嘿，叫伊先讲。哦，有人讲等下要去食火锅，哎哟，好命哦，嘿。对啊，通常拢有啥物通好食？通常拢豆奶店嘛，啊无火锅店嘛。对，有的火锅店迄个拢开甲足暗的，拢有开甲迄个1点啊2点的拢有嘛。嘿，哪间哦，无爱甲你讲，无恁就知影我住对。嘿，无讲就是没说就是连锁的。不一定。我怕那个哪天真的成功养出嘎奇粉的时候就麻烦了。我从现在开始就隐藏自己的行踪，都不吃宵夜，都不吃宵夜哦。也不错。不是，不用撤回啦，可以问。原来是整句在说这个，原来如此。永和豆浆在卖咖啡牛奶，有啦，有一些卖很多种呢，有一些。是有什么咖啡牛奶，我还看过草莓牛奶哦，是有点怪啦。然后还有什么？忘了啊，那个叫什么？杏仁奶的，然后还有红茶还好，然后还有麦茶，然后还有柠檬的柠檬茶、柠檬冬瓜这种都有，也是有。有的迄个生理做甲迄个。有这行李做甲足大的，嘿，就啥物拢有，这种的嘛有，太多了哦，真的选项有点太多，太夸张。还有啥物？嘿，通常大家宵夜通食的，就豆奶店嘛、火锅店嘛，啊，有的是早顿店，有的是早顿店，啊，毋过伊就足早就开啊，嘿，其实甲迄个豆奶店的概念应该是相像，啊，毋过就变做是迄个较。西式的早顿店，啊，就是有的就半暝就开始做，这种的嘛有。啊，因为我本人我就足爱食迄个早顿店的物件，所以的嘛爱食，嘛爱食这味的，爱食这味的。啊，好像就这些吼，不然宵夜是还有什么？卖饺的永和豆浆吗？啊，你说煎饺吗？煎饺有啊。不是尖尖的饺啊，是那个煎过的饺子啊。卖煎饺的是有，应该蛮多的啊。不然你要用脚杯来装的那个来装饮料的永和豆浆吗？这应该是比较困难哦。死线超人在最后的哀嚎中，哎呦，抓到一个死线超人，艾迪，欢迎你来，欢迎。我们艾迪上次也有办一个 Open Verse Challenge。那时候我有跑去参加，好玩。对，我就是一直都很期待看到底还有没有人要来办 OVC， 我很想去参加人家的，等到不耐烦了自己办了一个这样子。不是卖煎饺，不是这种的，不是。真的，早餐店的东西真的都比较油，比较香，就很爽啊，就很爽。啊，对啦，有时候宵夜咸酥鸡啦，怎么可以忘记它？然后还有排骨吐司啊，对，有一些是什么，好像蛮流行那个炭烤吐司，这种宵夜好像也蛮流行的，我也蛮爱吃的。要长出脚来了吗？好，我们来下一个话题吧。啊，唐突一点啊，那个来跟大家分享那个。要多唐突啊！好，没在怕的，好不好？反正我长那么帅，想怎样都可以。啊，有人要聊 OVC 哦？不是，有人要问 OVC 是什么？我没有按到开始，笑死！好，趁这个时候跟大家聊聊 OVC 是什么。OVC 就是 Open Verse Challenge， 然后就是简单来说啦，就是我把歌写一半啦，我只写了前半，然后后半就是给大家自由去接。
哦，就大家就发挥创意去把我那首歌的后半段把它接完，你就接着唱，接着写，把它做完，然后你就可以把它上传到自己的频道，对，然后那个对大家就可以交流，然后我会在明天的直播看所有有投稿的人的作品，对，然后我看一下现在几个人，1、2、3、4、5、6、7、8、9、10、11、12，现在有13个，对，然后艾迪，好啦，不要紧张啦，就是虽然原则上是说到今天那个翻点进境，我后来发现中文好像没有翻点这个词，好像是从台语来的，但是我讲的蛮习惯的，跟大家介绍一下翻点是什么意思，就是那个凌晨那条线过了就翻点嘛，好，我觉得这个词超好用的，我超爱用，推荐给大家。反正就是原则上原本是说那个嘛，就是今天翻点进境有投的，我才会把它放到明天的 reaction 但是对啊，凌晨就翻对耶，反正就是凌晨，对，好反正就是像艾迪就是有跑来那个聊天室说啊，我在哀嚎，我还在努力，我就会等，就是如果你真的赶不上12点的那条线，但是你在明天我直播开始前有完成有放进来的话，我一样会 reaction， 所以不要太紧张。OK 的英文是什么？我怎么知道？很难呢，不要问啦。干嘛这样？好，应该有回答到大家的疑问。好，就这样。然后，那我们来聊下一个话题吧。下一个话题，我本来想到一个很唐突的，但我忘记了，怎么办？那我们来聊聊英文吧。大家的英文好不好啊？哪有这样聊天的？不过虽然我说我国高中的时候，国中好像还好，但是我高中的时候各科都蛮烂的。但我其实高中最好的科目是英文，对，就真的差蛮多的，就是英文是能有优越感的程度。哪有人这样讲话？我的英文是那个可以跟同学比较的时候会有优越感的那种程度，对，但是其他科目就0，完全没有，完全不可能。对 ，OK，my English good，嘿，这我没有啦，对，不是，你们那边装弱，这2个子昌跟绿茶在装弱，我记得你们英文都很强啊。我有看到绿茶老师会用英文回那个其他会师的图，在那边装嫩是怎样？熊小鬼，真的，对，我的话应该是熊小鬼吧？不是，就我不知道怎么讲，但是对于那个那叫什么 “mesgaki” 这个词被翻成死小鬼，我觉得不知道就好像也有另一个翻译叫女屁孩嘛，我觉得这个翻译好像比较说得出口。我不知道啦，我不知道大家的感觉怎么样，但是这有时候也是一种约定成俗嘛，就是大家已经习惯讲死小鬼这个词了，所以就它就是一个稳定的翻译了。那好，我还是会跟着大家使用。对，就很唐突想到这件事情。好啦，对啊，我好想试着跟英语系的 VTuber 联动但是我不知道怎么开始就是我也没有经营全英语的频道，所以好难哦。但是确实有机会的话也蛮想开一个就是主要是因为经营太多频道也是经营不动了，不然我其实也蛮想做看全英语的频道然后就是可以试着跟国际上的朋友们混熟一点，然后就可以偷偷跟他们介绍一些台湾的东西，不知道有不有趣。A Apple B Book 真的完蛋，我那个喉咙真的是
我到底什么时候会踏出那一步嘞？我也不知道，这样真的有前途吗？我也不知道。不过就算没有开全英语的频道，也还是可以试着，也还是可以试着去邀看国际联动啊，是可以试试看。好吧，不然等下就来写信邀看 Holo 没有，不敢，还不敢。好，我不知道英语还可以聊什么是怎样？我想到了，你们知道那个外来语这个词？外来语这个词，它的英文叫做 long word， 那不是重点。你知道 long word 这个词本身就是一个 long word 吗？没错，就是这个词其实是从德文最先出现的，所以就算在英文里面，外来语这个词也是外来语哦。就这样。不是 land 是 loan， 就是那个 loan 是那个那叫什么债吗？欠债那个 long word， 给大家参考。好，对啊，确实蛮想将台湾文化外溢出去的，很酷吧？大家就可以直接而且很多时候就是外国朋友们想要认识台湾的东西的时候，他们如果透过怎么说呢？有一些外国人对他们来说，那个台湾跟中国到底文化上有一些细节，到底差在，也不是只有细节，但是文化上到底差在哪里，对他们来说是蛮难去知道的，甚至台湾人本身也不一定很了解，对，所以就觉得如果可以直接用英文去让他们可以取得这方面知识的话，应该不错，应该不错。好，还可以聊什么？还有什么好唐突的啊？我想想啊，我来看看我抽屉有什么好的。有了，是怎样啊？是不是我啊？太大声了吗 ？Sorry， 现在很大声吗？为什么会这样？是我勾到我的线呢、Sorry， 拍谁？我勾到我的线了。那我们刚刚在讲什么？哇，所以你们都没听到，对不对？从我那个开抽屉之后都没听到，对不对？那就是我开抽屉的时候把线勾掉了，好烂哦、怎么会这样？对不起。好，我刚看了一下我的抽屉，我在里面看到一张那个黎明证，你们知道黎明证是什么吗？就是那个我最近蛮常跟里屋联动的，就是不知道为什么，也没有不知道为什么啦，就是觉得刚好有蛮多企划适合一起做的，然后就刚好也跟他变比较熟了，所以就会想找他来玩，对，然后但是其实一开始在跟他没那么熟的时候，我有偷买他的周边，对，然后我就获得一张那个黎明证，就是狸猫的狸，那有点像李明正啦，只是狸猫的狸啊，黎明正啊，对，然后那个之前忘记是在什么情况之下，我在推特上面发了一个影片，
就是拿黎明正吸咖啡粉，就是像信用卡吸其他粉一样那样子吸咖啡粉。大家不要学，大家不要学，会呛到。对，就是这样。很喜欢看我们联动吗？我也觉得我们联动蛮好笑的，就两个人都怪怪的，就还能怎样？进去都冷静，不要不要就算不想工作也不要这样子好，没错，这是那个染上了咖啡的后果啊。说到这个，有一个很有趣的台语小知识，你们知道吗？就是大部分的成瘾物质在台语里面都可以用加哦，比如说那个什么酒啊，酒会不会成瘾啊？中文都说喝酒，我们也可以说假酒哦。烟嘞，吸烟、抽烟会不会成瘾啊？会耶。台语也可以说假婚呢。还有什么？咖啡啊，咖啡也可以啊。对，你也可以假咖啡，没有错。假什么？假道吗？假道是什么？假的哦，假的吗？吃桌吗？假灰剂是怎样？对所以那个有些人喜欢吸猫嘛，把猫当成毒品在吸啊，那应该也是假鸟啊吧？是这样讲吗？假油啊吗？对，假油啊也是。假杠为什么要吃脚？为什么你吃饺子老虎机哦？为什么要吃脚？对，反正就是算无聊吗？应该也蛮有趣的吧？就是台语小知识。那我讲什么？食酒过头壳食薰过气管，还有咧，食咖啡过心脏哦，是吧？还有弗里德里希赫伯特初见安安，我可以叫你赫伯特吗？你好，欢迎，晚安，欢迎你来。我们现在正在5分钟唐突换一个话题。我发现真正的挑战是把一个话题聊满5分钟比较难。手动降落吗？谢谢斯洛姆，我刚才看到你在开台，然后可惜我也要开台，没有办法进去看太可恶了。我可以叫他小贺。这不是那个什么吗？那不是那个对，上古时期笑话。那是说你叫什么名字？你叫小贺喂，天哪！好，陶世军晚安，你好，欢迎。对，感谢斯洛姆的降落以及斯洛姆的观众们，欢迎你们来。确实你是以那个是这样子吗？真的假的？是这样子取的。对，我的视力好差，这个是士还是土？等我一下，是陶世军，你好，欢迎你来。这也是台语台吗？目前不是，但是你们要的话也可以是。你们有特别想听台语是不是？他真的是叫小贺啊。好，那我还是叫你小贺好了，我就叫你小贺吧。是怎样啊？好，我来给你们投票好了啦。想听什么语言？投票。台语、中文还是英语？为什么要放英语这个选项啊？真的是很优越感呢，是怎样？真的假的？所以你真的是以那个灵感回来的。法语不行哦，我不会哦，法语我不会哦。台语一票好，你随等票啊，你直接按下去就好了。哇，大家都投什么？台语跟英语最多中文没人要是怎样？日语我也不行呢，日语我没办法。我的日语就仅在那个会50音，然后可以拿来唱一些我自己喜欢的那个 V 家的歌的程度，再多就不行了，根本没办法拿来沟通。哇，目前台语直接过半呢，好，咱讲台语啊，好啊，不是讲台语是讲台语，不过话题唔知要讲什么，哎呦，好啦，咱来后一个5分钟。
无咱来讲看卖女中的代志。有迄个，因为有做者新朋友啦，所以可能有个人毋知吼。啊，毋过老朋友拢知，就是我进前捌穿过女装，甚至我甲火色的熟悉嘛，是因为我穿女装，阮遮熟悉的，毋过吼，因为我无要互大家看我迄个中之人本人的相片，所以什么东西亏死什么东西，所以免笑想吼，无即种代志，佮前一摆拜托，毋是你5月度的人，你要看你就直接画就好啊。毋是，就是安尼。对，其实迄个顶回迄个有个人有看到，哎呦，是安怎？无顶回有一届迄个，迄个即马大家看袂到的迄个直播内底有，错过迄摆就无啊，敢若迄摆哦，就是安尼，不过我是真正想要请教大家呢，因为我家己较无法度体会，就是有迄个男性的 VTuber 啊，拢会迄个可能过啥物2000订阅是啥物的时阵，都立一个 flag 嘛，就是讲有达成迄个条件，就要穿女装互大家看。我做好闲，做想要问大家的是安怎想要看？包括对我嘛是啊，是安怎想要看？因为虽然我家己是进前有想要穿女装啊，毋过我袂特别想要去看其他的查甫人穿女装呢，所以我真正想要问是为虾米？是安怎？是安怎的想要看？对，就是安尼。这就是我想要问大家的问题啦。毋过咧，因为做古水是无？毋过，水姑娘啊，毋是搁较古水，美少女毋是搁较古水，是因为我较迄个，我性别歧视，哎呀！看人闹开真好笑。原来你是想要看我闹开，你是安怎？人类的恶意所以恁想要看别人穿女装，拢是要共人笑，是为着要共人笑。阿爸阿爹，你带来，欧拉夫老师欢迎你来，毋食宵夜无？有食饱无？入来就听着我想要穿女装，是，之前捌穿过，毋过大家无机会看到，哈哈。第二，缘投好看，水查某人穿，平常时无穿过的衫，足赞。那安尼讲，我会当体会，因为我嘛是感觉有的姑娘啊，也是，或者就是有的查某人穿迄个较男性的衫嘛，是有迄个足好看有的就是，比如讲，就是足水的人，对，就是甲迄个水姑娘穿缘投的男装同款意思，有影，是，确实是，我会当体会。安尼讲我了解。要唱鲨鱼娘那首《鲨鱼娘》，我看一下，对一条。绝区零的绝区零我无耍，所以我唔知，所以我对角色嘛无了解。赞同楼上，你是讲对一个？你是讲爱唱迄条？对呀，帅女生穿男装真的是那个西装之类的，真的是大家拢了解所以尤其生做我这种的，啥意思？对，我看起来是有适合啦，有适合穿女装无毋对。
太棒了，可以换话题了，谢谢大家。可以聊什么？哦，原来我也没有想象中的唐突嘛，原来我也不过如此。那我们来聊版画吧。为什么要聊版画？大家有刻过版画吗？版画就是不然先跟大家说一下版画是什么，就是你不要一直截取我的语录好不好？这样我会很想每个都盯选呢，确实是蛮赞的。你都用美工刀然后弄断它吗？太棒了！那你下次美工刀不利的时候就可以，就可以用美工刀。欧拉夫老师有刻过哎，我以前也有刻过。然后先跟大家讲版画是什么。版画呢，就是你有一个板，对，然后你就是要刻它。讲得真好，然后你把它刻好之后啊，那个板上面就会有凹痕嘛。或是你也可以把它刻成只有凸痕，对，有2种，就是叫什么阴刻跟阳刻，阴刻跟阳刻嘛，好像是叫这样。对，那反正呢，版画那个板的材质也很多种，然后就随着我不知道，可能依据你自己想要的效果，或是依据你几岁能不能用危险的化学药水，会有一些不同的选择。那反正如果你是在国小美术课接触到的话，应该最常接触到可能是橡胶板，它就是那个软软的那种橡胶，一大块，有点像那个有一些小学会给你垫桌子的，或是补习班垫桌子的那一块，有一点类似，但可能比那个再硬一点的那种板子。对所以你也可以拿那个来刻，不是，对，然后反正版画呢，就是你把那个板刻一刻，刻好之后呢，你就可以拿那个板去印画。对，然后它就是可以印很多张，它可以印不止1张。对，那像以前就会拿它来印一些文宣，我说以前是很以前的，就是可能会拿它来印一些文宣啊，或者这种需要大量量产的东西。我的理解是这样啊，但是没错，就是这样。好，我版画要怎么刻我只有刻过胶板，然后我们是用那个雕刻刀，然后也只会用到2支啦，就是那个V 字形的，就是给你刻线条跟比较细的地方，然后还用到一个是圆弧形的，刻比较大块的面。但是因为那个小朋友的技术也就那样嘛，所以那个我只有刻过，应该是阴刻吧，阴刻就是你把你的图刻掉，然后你印出来就会像反白那样，就是你刻掉的地方是白的，所以你刻出来的线是白的，然后剩下的都是黑的，大概是这样。好，哇，我的妈妈最可爱的，帮忙印过版画吗？好酷哦！是工作关系，所以你是帮忙印而已，不是负责刻那个版的意思吗？印过木刻版画，好酷哦！欧拉夫老师凸版、凹版、平版、孔版都做过哦。孔版我是不是做过？我忘记了。孔版我看一下啊，孔版不是，我看一下它长怎样。好像有我好像也有做过孔版，但就1次而已，所以我印象是蛮不深刻的。所以让我最怀念的、最有印象的还是那个阴刻的胶板。工艺家做完木刻之后去帮忙印，原来如此。橡皮章也算版画的衍生嘛？应该原理一样，没错啊。像绿茶也有说，原理一样，应该是类似，应该算是一种衍生的东西吧。然后我之前也有朋友是有会刻篆刻的，他就是会买那个长条的石头来，然后用雕刻刀把它刻成印章。那个看起来就是很累。也蛮酷的，那个感觉也是，原理一样，所以应该是可以吧？你可以说印章是一种版画，我想应该是没问题，应该是不会有人反对。很酷，对啊，很酷，真的是蛮酷的。然后好像真的比较行家了，还知道要怎么挑石头，怎么
挑好颗的石头，或是品质好的石头啊，那个我就不懂了，那个真的是有特别学、特别研究才会。来出周边不是我不是礼物我没办法人家是真的有工艺的才能，我只有工维的才能。咖啡是一种豆浆，我可以接受，咖啡是一种豆浆，虽然我不喝豆浆的。用脚来刻印，再想想。好啦，因为有超过一半的人想要听台语吼，所以咱加讲我台语好啊。早知就较早来互大家转票。想说头拄仔无讲台语，因为放话的台语我袂晓讲。做到开我无开始算时间靠腰。过来要讲啥物话题？我唔知呢。咱就来讲。台语好啊，讲一个跟台语有关系的代志。大家平常时伫生活中敢会讲台语啊？应该大家人的迄个拢做无共。不过我想讲，大家若是愿意来听阿慧讲话，上无应该是无讨厌台语啦，吼，应该是无讲做讨厌台语的吼，因为确实有的人真正就是会讨厌台语呢，真正有这种人。比如讲我，这嘛爱开转票是无？嘛是会使。或者头拄仔这转票，大家想要转的应该嘛转了吼。来问大家，平常时敢有咧讲台语？毋是啦，毋是伫遮啦，靠腰。小大姐，平常时敢会讲台语？搁有买，互大家等看卖，哎呦，酷煞哇，暗暗欢迎，你总算完成家己的新年愿望，你的新年愿望是啥？头拄讲到对，讲到台语这件代志，有啦，有的人就听到台语可能就会惊啦。比如讲，有的人像我生活中有人是有朋友是。毋是，即马毋是朋友毋过以前是朋友。或者就是因为细汉的时阵，伊细汉的时阵，厝内人甲伊骂的时阵会用台语，伊甲厝内人的关系是真正足歹的，结果就变做伊对台语的印象就敢若有迄个互人骂的时阵安尼，就安尼。所以，因为安尼，虽然我毋知影这敢是一个好的理由，毋过迄是因兜的代志，我嘛袂当安怎，所以就因为安尼，就讨厌台语的人嘛有啦，大家人的迄个生命的经验拢无共，所以这嘛是固不其中吼，这嘛是无法度的代志。毋过是安怎落尾就毋是朋友咧，这讲来较长的，顶下有想要听？无就是迄阵，就是因为我原底嘛毋是特别介意台语，还是特别讲台语的人，就是后来有接触到台语文的一寡知识，才常足认真咧讲台语安尼。毋过迄个时阵我都毋知影伊是得啥物病啦，伊就是足想要，甲我说服讲迄个台语是方言，毋是语言。我就想讲奇怪，我讲我的台语甲你嘛无关系，你是咧靠腰啥物？落尾就，敢袂当讲是冤家简单讲就是感觉是安怎要甲即种人斗阵，就是因为对任何我有兴趣的代志，伊嘛毋是讲足支持，也是足想要了解其实就无啥物话通讲安尼，所以落尾就变做毋是朋友简单讲就是安尼。毋过感觉迄个足可爱的代志要甲大家分享，就是。伊一直甲我讲我是迄个，因为迄阵，或者就是伊一直会讲我是妈宝，因为讲我啥物代志拢足听我老母的话。毋过，因为因老母是做迄个，那是做外交官还是啥物货？伊就去问因老母讲台湾话敢是方言？我就想讲靠北，恁老母都毋是语言学家，你去问伊创啥？甚至因老母平常时嘛无咧问嘛无咧讲台湾话
台湾话敢是方言这种代志，你是安怎毋去问一个语言学家？你去问一个恁老母，而且你是一个平常时拢会靠腰讲我是妈宝的人，我就想讲，你即马是咧靠背啥小？就是安尼。嘿，所以落尾都毋是朋友啊。哦，酷少讲这算有介意的头路，袂歹，恭喜！这件足重要。这虽然我即马是咧接案啦，有时迄个食无啥会饱啦，啊，毋过嘛算是有做家己介意的头路。妈宝不好嘛，也爱找我妈撒娇。对啊，啊，毋是，我就是敢讲，你要甲对方，你要甲对方说服讲台湾话是方言，毋是语言。啊，你为着即个代志，你走去问恁阿母，啊，你嘛无家己的判断，还是安怎？是咧安怎？真的语言妈宝是想怎样啊？是想要被我在几年后的直播拿出来骂给大家听，是不是？恭喜你，愿望达成了。哇，真的是讲一讲会生气耶，真的是蛮靠北的。好，气数，好啦，无啦。那我们来聊聊cheese吧。我们来聊聊cheese蛋饼好了啊，不是有那个笑话吗？人比人气死人，蛋饼比蛋饼，还是蛋糕比蛋糕，忘记了。好，不是很重要。那总之呢，我其实一开始呢，并不知道cheese蛋饼的好。我在小学的时候，其实是最爱吃火腿蛋饼的。直到后来呢，我有一个国小同学，他每天都在跟我说起司蛋饼多好吃。我也不知道他是怎样，但可能他真的很爱起司蛋饼吧。然后他就是每天都会跟我赞扬起司蛋饼的美好。然后后来我就想说啊，好，不然我也来试试看好了。我说的那个想到这件事情，然后决定来吃吃看，是国中的时候，那也是隔蛮久的。就是我在国中的时候，我就有一天就突然想到，我之前国小有个同学每天都在说起司蛋饼很好吃，是怎样？然后我就点来吃吃看，然后就发现哇，起司蛋饼那个起司加酱油，那个融化的起司加那个酱油膏，最好是会甜的那种，加酱油膏，整个就是哇，这个台式跟西式也结合的太完美。Oh my god！ 怎么可以？怎么可以？对，就是这样，就是一个非常不重要的故事。非常喜欢把艾曼塔起司跟切达混在一起用。哦，我完全没有研究，我对起司没什么研究。我是最近在减肥，所以改用莫扎雷拉。哦，是这样子吗？他们 Jerry 里面的起司是艾曼塔起司，这个设定好细致。那我来看看它长怎样吧。但我小时候很爱看 Tom and Jerry 是真的，难怪我现在这么暴力。也不是，哇，他那个好多洞洞哦，好完美哦，那个洞洞长得跟 Tom and Jerry 里面真的是一模一样真的哇哦，看得我好想吃哦，救命，好想吃，真的是长得很可爱，真的。对，这口感是人间国宝，对，就是它就是国宝，它就是。对啦，要有焦香味也没有错，是真的长得很可爱。卡芒贝尔是什么？我这起司知识真的是非常的不足卡芒贝尔是长这样，这个我好像比较没有的，不是，我平常吃的都是那种化工一片黄黄，我也吃不起什么好起司。平常也没什么机会吃好起司，所以我也没得挑。卡芒贝尔不好买，每次都一大块，然后切完就要包保鲜膜丢保鲜盒。原来如此，好像比较高级的那个叫什么？完蛋，我真的变成臭 ABC。Apartment store 不是 Department store 叫什么？百货公司。百货公司里面的超市会有那个叫什么？就是会有那种比较高级的起司的柜位，或是高级的那个叫什么腊肠那一类的，好像那种地方才买得到，对不对？反正那个跟我是没什么关系。美国起司
是没错，但是就是会有比较廉价的品牌啊，比较廉价的品牌跟那个比较好吃的美国起司也还是有差别的吧。这是什么热的应该不算廉价哦，我说的廉价是杂牌哦，就是平常比较吃得到的都是杂牌的，我没办法。是说你们知道那个芝什么乐的有出过巧克力起司吗？你们有听过吗？曾经有亲戚家有在吃那个，给我吃一片，我觉得好怪哦，巧克力起司，好特别，好特别，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问问大家。有主厨做起司三明治就好像用美国起司，对啊，那个汉堡什么的，就是要加那个吧？汉堡三明治就是加那个才有那个，就味道才对。这我不知道啊，应该吧？很邪教吗？我也觉得他长相就有点不讨喜。哎，巧克力乳酪蛋糕好吃，不一样哎，我觉得他把那个片片起司，我可以叫它片片起司嘛，就是一片一片。我觉得那个片片起司跟乳酪又不一样，就它不一样，所以不一样。对，点披萨刚才讲要 double cheese， 看有多好吃。可是有一些口味那个 double cheese 还蛮腻的，所以就不一定。但有些口味可以 double cheese， 然后又不是我出钱的时候，就会，这才是真正的答案。不是我出钱就会 double cheese， 我出钱应该就不会。好，后一个话题要讲什么啊？没有人要贡献一下？那我们来聊聊来聊聊什么呢？我们来聊聊鼻涕吧。鼻涕好像不是个好话题耶。好啦，披萨啦，披萨就披萨吧。都聊起司了，继续聊发酵物嘛？你要说酒吗？酒的话，我其实不太喝，所以我也讲不了太多。披萨的话，我其实蛮喜欢窑烤披萨的，那个饼皮不一样。以为要抖内才能贡献话题。抖内可以强制指定，非抖内的话就是，声音变小了吗？因为我离麦克风变远了 ，sorry。抖内才能贡献，没有抖内是可以直接指定话题，我非聊不可。但是单纯提议的话，就是随便当自己家。好。披萨，我喜欢吃窑烤披萨，虽然美式披萨也很赞啦，但是就是不一样的东西。然后我喜欢玛格丽特披萨好好吃哦。但是我也吃夏威夷披萨哦。怎么办？这样就这样，对，窑烤玛格丽特超赞的，真的，窑烤玛格丽特非常赞。但是那个不是，我不是不尊重原本的正常披萨，只是那个夏威夷就是另一种食物，它是另一种食物。对，也许有些人觉得那个不能被称为披萨啊，我也理解，但它就是另外的一种食物嘛，就我可以吃那种东西，我觉得它也蛮好吃的。因为好像有蛮多人没办法接受夏威夷披萨的嘛，所以那个可以不要急着封锁我哦，谢谢大家。你还蛮喜欢夏威夷披萨哦？我想想，我好像不知道，我家长辈好像比较不常吃披萨，所以我也不晓得。但是就是我不太挑食啦，火嫂也不太挑食，所以会吃哦，夏威夷会吃哦。蛋饼是一种披萨，真的耶。如果你不把它卷起来，然后不把它切一切的话，蛋饼好像是一种披萨，没错。不一样啊，一个是进去烤，一个是在那个煎台上煎，不一样啦。这个话题让拿坡里人跟罗马人自己先吵一吵，真的，他们自己想办法，跟我没关系。喜欢连锁的什么墨西哥，这我不知道，会辣吗？会辣的话，我可能就没办法。
这样葱油饼的话是披萨，不，没有进去烤，所以不算。粉浆跟面粉蛋饼的口感跟披萨不一样吧？对啊，不是，重点就不是口感啊？难道那个非洲豆腐就跟豆腐的口感一样吗？哈，绿茶，你说啊，哈？如果大家不知道非洲豆腐是什么的话，可以问我们的绿茶老师。对，所以可能对要拿去烤一烤。如果意大利人跟台湾人一样自卑的话，披萨是不是在说意大利的烤薄饼？那就是不是，那就是很冗的翻译，就不需要这样子。反正我还是觉得他就是可以叫他原本的名字就好，就是披萨就叫披萨，你不要再尝试去解释它，这样有点不必要。非洲豆腐是不是黑的？对，谢了哦，算黑吧，算黑。不是，可是它叫非洲豆腐，不是因为颜色，不对哦，你想干嘛？你想表达什么？不是，误会了，它只是刚好是黑色的。来，请绿茶老师解释，让我的聊天室会动，好不好？谢谢。真正的目的是让聊天室看起来比较活络啊！我没有跟伊犁打招呼伊犁你好，晚安，欢迎你来。我们来看还有没有人要投 OVC？ 还没，好，再等等。完了，结果今天抓半天是抓不到死线超人的是吗？原来是鸭血吗？懂了，不对哦，不是鸭血，不是，真的是非洲来的东西，伊犁要当过期小狗没关系啊，对耶，没有跟大家，也不是没有跟大家说，但是再跟大家说一下，就是那个 OVC 的期限这个东西，那个期限只是我 reaction 的期限，对，就是原则上就是为了我那个作业方便，然后可以画一条线说过这条线之后就不会放进明天的 reaction 这样子。对，可是大家之后有写东西，有想要再 po 出来，都还是可以 po 的。然后虽然我不一定会一直再去看，但是如果我有看到，我会把它放进播放清单里面。对，所以如果来不及那么快做完，也不用太担心哦。对，然后刚刚有那个死线超人有来喊说他应该会，就是他还在最后的挣扎。然后我跟他说，就是如果没办法压12点前的话，没关系，有在聊天室喊一下的话，就如果你明天在我开播前有办法完成的话，就也 OK， 我还是把它放进去。对，就是属于那个今天有来看台打招呼的福利这样子。对，如果明天还是太赶的话也没关系啦，就之后有在 po 我一样会有看到一样会把它加进清单，一样会分享给大家看。对，只是可能就没办法放到明天的 reaction 里面。简单来说是这样。好。努力集中火力弄完全，然后贴在一则。OK， 集中火力太好了，好想看伊犁骂人哦，好像没什么机会看过。是不是大家喜欢这种的就是平常比较温文儒雅，然后突然开骂那种？果然大家都喜欢反差感，对不对？好，下一个话题，过来要讲啥？会当讲啥？哎呀！我甲大家之间就已经无话通讲啊，是无？原来咱大家的感情是这么啊虚假啊，虚假的是无？我不过真正即马讲的腹肚真太落枵呢，都想要吃宵夜。不是绿茶妹要解释非洲豆腐哦。好啦，我来跟大家解释一下。就是那个，我们刚刚试着把一些食物呢，用这个非常迂回的逻辑，再把它重新翻译出来。然后我们发现巧克力很难翻诶，是能怎样翻呢？然后就发现它是从那个非洲的果实磨成粉，然后变成液体，再把它固化做成的。然后就发现啊，那不就是豆腐吗？就这样，就是那个绿茶老师说巧克力是一种非洲豆腐。对，就这样。啊，可可是南美洲吗？真的假的？
我怎么印象中是非洲也有啊？还是我也记错啊？我们一起记错。哦，原产于南美，但是现在是广泛在非洲、东南亚、拉丁美洲种植。哦，OK， 所以非洲也有种，只是它的发源地应该是南美洲。了解了，就像那个什么，那个叫啥？那个叫汉族，汉族好像一开始也是在美洲的嘛，但是后来不知道为什么台湾也有在种汉族，就传播就变成这样。对啊，有时候它现在在哪里比较盛产，跟它原本发源在哪里，好像也不一定是同样的地点嘛，好像也是啦，所以也可接受。哦，真的，屏东也有种可可啊，听起来好酷哦。花莲族跟韩族都是美洲来的，原来如此。南蜜岛瓜，颜色很像哦，颜色都很像岛瓜哦。啊，韩籍安怎？我拢讲韩族呢，阮兜拢讲韩族，所以我嘛对咧讲韩族啊。奇怪，这个5分钟本来在聊什么啊？算了啦，我已经觉得好像可以随便跳话题，没关系耶。但我其实没有很喜欢吃韩族呢，就是哦对啊，昂蒙欢嘛是欢呐。我对“欢”这个字的理解就是所有的外族只要长得跟汉人不一样的，感觉都会被叫成欢呢。至少在以前的那个语境应该是这样子吧？应该是吧？对啊。该吃银杏了，完蛋！哦，韩族用烤的才会好吃。但我还是没有特别爱，就是不管是煮的还是烤的，我都还好，我比较喜欢马铃薯吧。因为会糖化，原来是这样。华纳会也是昂蒙欢，对呀。还有什么？想不到了，应该蛮多的啦。地瓜球我就可以耶，地瓜球我就可以，不知道为什么。韩族枪崩，韩族枪崩喝架，真假的？我好像没特别吃过韩族枪，但我妈很讨厌，因为她小时候是必须吃那个，就是以前吃韩族枪不是因为想吃，是因为没得选。所以我妈是不喜欢韩族枪的，因为小时候吃到怕，但我好像没吃过，所以我不晓得，我不知道到底好不好吃。没读过台语，以为只要有欢都是歧视原住民。对啊，就是因为大家现在对台语的了解就已经很不够了，所以这些细节应该会蛮多人不知道的。大家都爱马铃薯，肯定，应该很多人都爱。番茄应该也类似吧？还有什么？这是什么？环啊也是啊，环啊也是那个，也是西洋番。原住民有部分姓潘，有没有可能是因为住在河流旁边，所以统一被写成潘？有可能因为以前原住民被强迫加上汉人名字的时候，好像听说蛮多都是那个，就是政府派去的人。就随便写，然后就会写一些可能很难听、很莫名其妙的名字，什么陈石头、王小鸟这种，好像会有。对，那确实有可能。那个，因为他们本来的姓氏就也不是汉人姓氏，所以也有可能是有人故意去这样子，就自以为很好笑，去乱取这个姓给他，也是有可能哦，这个我就不知道了。我不太确定啦，我不知道原住民的汉姓是会自己选的，还是都是强迫被安上去的？这个我不太确定，但我觉得好像蛮有可能发生的。对，这个，对啊。番薯跟马铃薯口感香气差那么多，不知道什么英文里面就叫 potato 我觉得这也是个好话题。我们要挑战英文吗？因为刚刚那个投
投票那个大家想要的语言里面，不是阿拉伯人后裔姓丁，你说阿拉丁吗？他不是，他姓丁吗？还是他不是吧？是这个意思吗？还是不是？对，好，不是，我刚讲到什么？讲到那个给大家投想要的语言的时候，我们除了台语之外，第二高票的是英语，难道我们要挑战看看吗？会不会掉同阶啊？大家都想说，哇，这个臭 ABC 在那边秀，我不是 ABC， 我不是 ABC， 我不是，但是就是大家就想说，这个人是怎样在秀优越感，在那边装模作样哦？会不会这样掉同阶？不会吧，不会吧，希望不要啊，试试看啦。Time to speak some English。哦，好恶是怎样 ？Okay， but I don't know what to talk about. Oh, holy moly. Okay. So how about we talk about potato and sweet potato? But I don't know. But this is a pen. Wow. Oh, yam. Oh yeah, there's a word. There's a word yam. But what i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yam and sweet potato? I don't know, but maybe I can Google it, or I can check the Wikipedia. Wait. So what is the difference? Yam. Oh. Looks like what do you mean by soul food material? Yeah, but I checked the Mandarin translation of yam. It looks like it has a wider definition, like it's wait, what? Can speak Taiwanese? 会使啊，我会当讲台湾话啊。奇怪，唔是大家拢有听过，什么意思？你是讲要翻译是吧？就是一句一句翻。嘛是会使。What's my soul food? I don't know. Soul food. Soul food 是这样用的吗 ？Soul food 不是有一些特别类型的才算 soul food 吗？就是对，它就是一个特殊类别。不是，头拄在讲啥？在讲 yam 吼。我头拄有看迄个翻译是讲 yam 的迄个范围较大呢，对，包括迄个番薯、山药，拢是 yam 的款。我唔知，我真唔知。哦，这有的嘛是会当分作油的。什么意思？你的灵魂食物是烤鸡，给你一把刀就好，最好让你撕扯来吃。你喜欢这种那种原始的这种猎食的感觉是吗？那你很适合拥有鲨鱼牙，应该蛮方便的。Really, soul food in your opinion is junk food? 对于来讲 ，soul food 就是垃圾食物，他们是。哦，对啊，番薯藤宝宝也是用 yam 呢。我不知道，我刚刚查好像是说 yam 包括各种番薯之类的薯类都把它算成 yam， 我不知道对不对。也许这样。从黑人料理来的，但是也有疗愈自己的食物的这个意思是吗 ？OK， 那我是咖啡啊，还问，咖啡能算食物吗 ？African people are very why？ 为什么？我是讲错什么话？啊，你说因为我那个嘛 yam 都没有认真分类是吗？是这样子吗？啊，我不知道。什么番薯宝宝没听过？问就是爸爸妈妈讲给我听的，我怎么可能听过这种东西，对不对？哎，对不对啊？我的猫猫最可爱的，对不对？哦，对啊，除了好啦，除了咖啡之外，很 emo 的时候，我还会想要吃那个叫什么？那个叫提拉米苏啊，甜的要命，但是好爽哦。
很 emo 的时候会吃啦。然后我最喜欢那种有酒味的，有酒味的特别香，就是会多一个香气，很喜欢。In the very beginning, yam and sweet potato are different species. 哦，阮第一无共个品种，啊，落尾的人就较无咧分是无 ？In the end, it doesn't even matter. 变这样是吗？哇，子昌直接不演了，有养过番薯宝宝，没有在怕大家说你老的，是不是？那你不记得你有喂过？完了，他喂哦，因为我没养过，我是真的没养过，我是真的没养过。所以我不知道他需不需要喂食。看来阿慧说了，真正要去做咖比赛啊！唔知我有咧考虑呢，我真正有咧考虑，我有可能真正，我若较想袂开，我6月可能就真正去学迄个画迄个立体花啦。啊，我若1个月学会晓啊，我就1个月就来选。哦，安尼嘛袂歹。规条迄个头疼是迄个店头家啊，不是我啊。只知道水晶宝宝，哎，12点嘞，真的好棒，12点了。好，我们来看有没有抓到死线超人吧。哦，抓得到吗？让我看看。哦，没半个，跟刚刚一模一样。我重整一下哦，重整一下。哎，没有，哎，没有，没有，好，没有。好，好啦，无勉强啦，这无多，就是，也不用太拼命，嘿，就是那个有人还在拼，所以那个不用急，反正那个刚刚有打过招呼说还要再拼一下的哦，那个明天在我的 reaction 开始前有投都 OK。为了生活只好去探价，对，没错。这没办法，就是想要多赚点，就只好多做一点事情啊。除非我的观众说要养我，那就没办法啦。Yam 跟 sweet potato 只有美国会共用啊，是这样子哦。哦，这个的确，不同地方的英文其实也是会差异，有时候也是蛮大的。大家应该也蛮常会讲那个英式英语跟美式英语的用词不同之类的。是个认真说起来也是蛮复杂的话题。好，耶！我们12点抓到0个死线超人。好啦，那就谢谢大家今天来啊！我们可以好耳熟的名字哦，穿上魔术带，听起来好耳熟哦。啊，有印象了。对，我想说奇怪，不是川岛嘛，就觉得念起来好像有点，念出来就好像又不知道是谁了。原来是 Nakio， 好像之前活跃的时候也是一阵子之前。好，我的声音也差不多到这了。哇！今天的 Vlog 还没录呢，那我等一下就去赶快录一录吧。好，那我们今天感谢大家来旁听，来陪我尬聊。好，那我要赶快把 Vlog 录完剪完去吃宵夜了。谢谢大家今天来，拜拜。明天 reaction。记得来，明天记得来。好，大家明天见，拜拜，拜拜。